最多唔使去香港嘅維多利亞港，就可以享受到同款嘅國際港灣生活圈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泰國灣區100個豪宅嘅 Henry， 今日就帶各位老細睇一睇我哋灣區嘅新貴，話發運駛。講起吉大，作為珠海沉澱咗幾十年嘅老牌富人區，呢度擁有全珠海最靚海岸線，情侶路核心嘅15公里串連珠海成一半嘅地標，所以珠海豪宅就係從呢度開始出發。最有代表性嘅就係梁山莊，到而家都係珠海豪宅天花板。喺珠海，只要講到屋企住喺吉大，就係社會地位同埋個人嘅成功。伴隨高淨值嘅圈層持續湧入，我哋城央嘅土地越嚟越稀缺。縱觀珠海主城區，擁有如此優越嘅山海景觀資源，除咗話發運駛，最冇其他。講到配套，運駛真係更加絕。商業、醫療、教育、交通，通通都係珠海數一數二嘅頂級配套。10分鐘車程之內，我哋就即刻有齊3大城市級商圈。話發運駛，開車5分鐘就去到港珠澳大橋，落樓即刻到九州港碼頭，1個鐘就可以到香港中港城。呢座超50萬方嘅城央港灣生活社區，規劃遊艇母港、會所酒店、濱海步道、跨境口岸，要為成個珠海建造一座維多利亞港，同憑香港維港嘅繁華，亦都為灣區嘅新貴帶嚟更加國際化嘅生活方式。喺珠海市區，想一次過擁有老牌富人豪宅區嘅大運，超過50萬方港灣大城配套，頭牌嘅深海資源，全珠海得話發運駛做得到。城中歐灣列世家夢寐以求嘅生活，唔係童話。我哋落樓即刻可以行到係山海嘅浪漫，出門口即享受維港級嘅繁華。真正嘅塔尖生活係要親眼睇過先知有幾上癮。話發運駛即將開盤，僅308戶，建俾灣區嘅新貴。